南区的树群新，还佫保留着红树林甲渔村的生活环境，是少数还保留着渔村特色的小庄头。 台南市南区四群新即马真有渔村特色，村内除了红树林和渔村生活，庄头内底老家经过社区利用废弃物创作，就亲像是一个游戏场。让我们整条巷子的两侧靠墙壁啦，还有一些空地把它做一个美化的一个设施，这样。四群新文书工作者陈建都讲，渔村内底即马除了保有渔村的特色，民众嘛真注重环保，应把废弃物摕来定使用，甲巷仔内底老家定创作。这个大部分都是小朋友自己所创作。另外，四群新在地代表龙山市当地61的人讲，应该是全台湾上早的清水祖师庙，民众咪当利用休假日来四群新行大，欣赏渔村无同款的风情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